當時耶穌已經被接走返咗上天，門徒放膽教導民眾耶穌係基督，已經復活。聽見呢個福音嘅人數目有5000、3000，仲有好多人都信咗啦。咁點解門徒可以繼續傳福音，越嚟越多人相信耶穌呢？聖經講咗答案。當時有一個全體民眾尊敬嘅法利賽人律法教師加瑪列，同公會眾人講：如果係出於人嘅，就必定會失敗，跟從佢嘅人全部都會四散，最後一個都冇。如果耶穌基督復活嘅福音係出於上帝嘅話，你哋就冇辦法推翻。如果唔係，你哋係同上帝作對。唔單止聖靈喺天上降臨，充滿使徒，上帝藉住使徒嘅手喺民眾嗰度行咗好多神蹟，證明佢哋傳嘅福音係真噶。直到耶穌基督出世咗2000幾年嘅今日，上帝從來都冇停止過行神蹟奇事。同耶穌基督接上嘅人，上帝嘅恩典常在，睇見神蹟奇事喺佢哋身上發生。咁點樣同耶穌基督接上呢？心裏相信，口裏承認。